倒流直情靠故里，今生用的咱再见，现在是的太独立。想要来害我，好佳在现天上帝来救我，并且赐我三宝，吉面寿、镇天宫，搁传运气。真是，大哥，哦，你会当得到三宝，恭喜恭喜！我虽然会当得到三宝，就是就现地，现地。啊，赵大哥哪会无看艺人呢？嘿啊。就现地是为要帮助我说落像妖怪，被妖怪甲逼落断来。哈！赵大哥，赵大哥！哎呀，我跳去，可怜，因娘咧较好咧，拢是王丁迄个狗官啊哈！啊，伊明知影讲金城也有妖怪，搁挑工引咱去啊，互伊害。啊，伊这是存心的嘛，这要来去甲伊解决断掉，要哪会用的？贤弟，啊，你是讲王丁？伊故意设计要来陷害人，救命！救命！这一切拢是王太师叫小的做的，请救命！王太师，生下毒计，有啥物证据呢？有，我有王太师亲笔写的批信。亲笔写的批伫倒位呢？警告！这，警告！讲啊！你也讲！啊！henry，不要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王太师，安怎样嘞？王太师强叫我大金城夜馆，害死你袂成功，所以伊是真情写批去东莞。哦，马英良要害死你！啊！我东莞马英良，王干啊，你也太弄毒啊！大哥，既然安尼这一遍，咱要压军你去参观，困难都真多咯。哼，有较大的困难我也唔惊，我也要如期将军你压到三关。无喏，大哥啊！咱即马伫临安关吼，已经耽误2工啊咧。啊，咱若真是要赶较紧的吼，有影会袂赴哦。两位贤弟，敢讲东莞的马英良想急要来害咱，咱就来叫我害咧。大哥，啊无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我家己一个人，先来去东莞探一下虚实，然后两位贤弟你再将这个军医，甲伊拗到这个三关。发现三关计对杨宗保，你请你想要一个月来，就要将军医压上个边关，哼！你若是讲金城夜馆，就这个王丁无法度将伊收拾，也难渡过我东关了。王强，我将在下时直升阿上军理高升所在。大人，直称知影大人伫东莞设计要陷害，所以将军医交代朝中礼仪阿上，以自己打扮做老百姓，迎向东莞来。啊！直称家己一人向东莞来。是，我将要推算，可能黄昏的时阵，就会当到洛阳坡。洛阳坡。是。我马上派人摆放在洛阳坡，将伊收拾来。大人，也毋过，直称的武艺十分的高强，就算讲千军万马，我拢制服的。哦。
哪个比赛？大爷，我将有一个计策，绝对我拢收拾狄青迄个小囝。有啥物妙计紧讲？大爷，罗安坡正在落霜雪，附近10里内拢无大人。狄青若到迄个所在，一定会受到风寒之苦，所以目将要打扮做卖烧酒的人。大爷，然后你来咱派出勇将，随机杀之。哈哈哈哈！好计策，好计策！哈哈哈哈！那不过是要派什么人甲你斗入去，比较较适当。大爷，若会当派老将军甲目将斗入去，大事一定会成功。哦，你是讲飞山虎老卿？是。几遍，叫你无代志，你就莫出去店内。你偏偏你又唔听。丁文，你哪遮尔无理啦？啊！我无讲你，嘿，抑我是无欢喜你去抛头露面，我也无欢喜你去向遐个凡夫走出陪笑面。讲一句多谢，安尼也唔对心。你敢讲这我是愿意的心？啊，无愿意你就莫出去嘛。丁文，你着爱知影呢，咱是伫咧开客栈呢。今日店小二有代志无来，啊，我照顾人客，这有啥物唔对咧？啊？敢讲叫你生理莫做心？你现在呀？哎，金銮，娘。大表，啊，无搁伫咧冤家。哎，啊娘，张文你足无理，伊搁伫咧欺负我。哎，现在，夫妻应该都爱互相尊重，互相关切，这毋才对啊。大表，我怎会去欺负金銮？我是无欢喜去店内陪遐人客啊，去遐咧抛头露面。其实我，哈。哎，现在，金銮，张文既然伊甲无爱你出去外面顾店，今日就莫出去嘛，这有何必呢？啊娘，敢讲咱伫咧开客栈，啊店小二无伫个，我出来照顾人客，这有啥物唔对心？我嘛是为着讲，咱的家庭无够啊好。少年若莫去钓的水产，咱着家嘛袂落到即款的地步。得家小二郎，看家母也如今母囝切落厝。
会当请你平安无事，互咱得到早一日团圆的日子。安尼啊，二表啊！二表啊！我进来啊，二表啊！二表，大姐，嘿嘿，安怎？什么代志？啥人若敢欺负你，我回山后老警马上就来找算账。无咯，庆你，什么人要哪会来欺负阮嘞？无啦，啊，无你哪哭啊遮尔伤心？想起10多年前，遐个往事，所以我才忍不住。唉，二表啊，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想伊要创啥啦？过去都煞煞去嘛。啊，对了，二表，嘿嘿嘿，这粒雪来，互你食。雪来，迄是我坐适分配飞去半天农业专工，免转来要孝敬你的呢。庆你，你实在足友好。这是应该嘛？我老庆自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是你甲我饲到遮尔大汉的，你嘛是敢若亲像我的亲老母咧，对？张文后，你的一半就好啊。无咯，金銮啊，张文确实嘛是真友好我，只不过是大骹臭炭，对不对？老将军啊，老将军，啊，老将军，王爷，什么代志？马大人有要紧的代志要叫你去做。哦，烧的烧酒啊，烧的啊，哦，家己的呢。啊，啉一杯啊，偌好，你敢知咧？遮尔寒的天哦。小哥，我要买一碗烧酒。哦，公主啊，啊你要烧酒啊？哇，遮尔寒哦，啉一杯啊，吼，该烧，吼。多谢。一碗偌济钱？啊，凊彩凊彩凊彩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老兄，救人啊！救人！救人啊！来，有人来。大嫂，对不住，是我的冲动，无安怎吼，失陪。有原因。较小心嘞。兄弟啊，敢也会真疼？是比拄啊较袂疼尔啦。假使若无搁再流血就无要紧。迄个姓赵的小囝吼，后摆都毋通叫我当着啦。若叫我当着吼，因爸绝对无放伊煞。哎呀，你好好啊养伤，一切等你好再过来讲。来来。哎呦喂，头家啊，头家，你
踮遮好我静养吼，我出来饲一个念咪来。头家啊，较紧，我来讲。小丽，你感觉鬼鬼祟祟创啥物？有啥物代志是？头家啊，我拄则去头家娘的房间，看到伊摕一样物件，看足入神的呢，好亲像是咧想啥物代志哦。奇怪，金銮有啥物心事？为什么我会毋知影？我咧看吼，头家娘会对迄样物件看甲遐尼入神，一定是咧想啥物人。一定哦是伊的心上人哦。对啊咪，不准你学弟讲，也毋去照顾老李啊。是。奇怪，小丽讲的话，敢讲是真实的？金銮，伊敢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是？冤家只报在眼前，多年不见伊现现。眼望冤有泪啊满面，人在天，爱哪一边？乡的鸳鸯在呀着手，水在青山阁漂流。不知家乡是啊怎样，厝人怎有遥怨意？敢讲失落玉鸳鸯迄个青年，就是我的小弟狄青。对，我来赶紧来甲阮安娘讲。万青，即摆迄个人嘛毋知伫咧啥物所在。唉，我看准拄好，非得一时也找无着伊，而且也无一定是阮的小弟。那就互阿娘家己烦恼咧。金銮，你手摕啥物物件是？无啥物啊。哦，我来去城内补一寡货，你才好好去照顾客栈的生理。你放心，我会啦。你啥物时阵要去？你赶紧去是？我是问念念嘛。我会真紧就去，即马就要来去啊！想讲，啊你啥物时阵要转来？你是毋是惊我转啊？哎呀，想讲，你今日是安怎啦？你要入城，我问你啥物时阵要转来，安尼讲有毋对是？我会卡毋一点仔才倒转来。店小丽啊，只有佫一乌来咧。店小丽，只有佫一个乌来哦。来了来了，客官。大嫂，你总也是叫我找着咯？你咧找我？是啊。请问大嫂，我为失一个玉鸳鸯，你有甲我捡去无？是毋是这？是，这就是我碰见的物件。公主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你府上啥物所在？在下叫做狄青，高住山西太原小阳村人士。你阿爹叫啥物名？你是毋是有一个姐姐？哦，
阮阿爹叫做直讲，我有一位姐姐，规名叫做金銮啊。